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3，诗篇147篇11安尼讲：耶和华欢喜敬畏伊，佮毋忘伊挚爱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赐愿永活毋忘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施落慈爱的救主，你是疼痛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着静静全部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。主啊，当世界充满不安甲惊吓，当苦难甲困境悠远伫阮的身边无离开，当阮面对环境的挑战，悠远也无找到出路的时，你应允阮，紧啊敬畏你，佮你尊毋忘的人，你要欢喜阮的敬畏的心，也要将丰盛的慈爱赏赐阮。所以，阮只有单单听候你，因为阮的帮助是对你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专心听候咱的上帝，因为咱的愿望是对伊来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